好多人覺得走場最驚嗰啲帶住幾百萬嚟搏殺嘅大客，或者係嗰啲數學天才。其實你錯晒，多場最唔驚嘅就係聰明人。點解？因為聰明人最中意揾規律，最中意用邏輯去分析一啲根本無邏輯可言嘅嘢。而呢塊紅藍屏正正就係為呢啲聰明人量身定做嘅一個大型心智陷阱。我哋先嚟講下呢塊屏上面嗰啲密密麻麻嘅紅點、藍點、車模同埋圈圈、大驢、豬盤驢、大眼仔、小驢、曱甴驢，呢啲所謂嘅五路，好多途坐低嘅第一件事唔係落注，而係攞出一沓底場提供嘅路紙，或者係死死地盯住嗰塊屏，眉頭深鎖，好似喺度推算緊宇宙大爆炸嘅數據咁。佢哋會話：咦，而家出緊長龍喎，連開咗6鋪莊，下一鋪一定要跟龍。或者會話大眼仔轉咗紅，小驢又齊頭。呢鋪係單跳位必買閒，呢種諗法就係典型嘅規律陷阱。你要明白一個最基本嘅數學20百家樂，每一鋪牌除咗嗰啲極少數可以通過極端算牌得出嘅細微優勢之外，而賭場嘅百副牌切牌制度已經將呢種優勢感到近乎零，沒有打鋪莊閒過機率。喺扣除咗抽水之後，基本上係獨立隨機事件。乜嘢叫獨立隨機事件？就係話上一鋪開莊同下一鋪開莊定開，閒係完全冇任何物理或者邏輯上嘅聯繫。但係人類嘅大腦係好奇怪嘅，我哋嘅進化過程入面有一種本能叫模式識別 （pattern recognition）。知呢，原始人喺草樹入面見到黃色同黑色嘅斑點，佢要即刻聯想到係老虎，咁樣先可以生存。所以我哋天生就中意喺混亂入面揾規律。賭場就係利用咗你呢種求生本能嚟殺你。佢將啲完全取機嘅結果，有用紅藍兩色整整齊齊咁排晒出嚟，俾你產生一種我有跡可循嘅幻覺。你睇下嗰塊屏，長龍、單跳、雙跳、拍拍次呢啲名詞，聽落好似好專業，其實全部都係事後孔明。當你見到條龍已經連咗8鋪嘅時候，你覺得係規律，但係當佢喺第9鋪斷咗嘅時候，你只會話
團龍啦，然後又去揾下一條所謂嘅規律。問題係你點知佢邊一鋪會斷？又快評唔會話你知呢，數學唔會話你知，只有你嘅氹林同孔會話你知。好多聰明人會話我唔係亂撞，我有策略㗎，我用倍頭法，或者我睇準個勢先入。呢種就係聰明陷阱嘅變種。所謂嘅倍頭法 Martingale 即係輸一倍，再輸再賠，直到贏為止。聽落去好似好完美，只要你有無限嘅本金，你係一定贏。但係問題有兩個：第一，你無限嘅本金；第二，賭場有限紅，最高投注額。當你連輸10鋪、8鋪呢種事喺隨機世界面經常發生。你要落嘅注碼就會撞到限紅天花板，到時你就係一鋪清袋，永不翻身。而睇勢就更加搞笑。百家樂嘅牌靴入面有8副牌，每一鋪牌嘅結果係由嗰幾張隨機抽出嚟嘅牌決定嘅。將屏上面嘅紅藍點只不過係過號嘅影子，你攞住過號嘅影子去預測未來，就好似你住架車眼望住倒後鏡想向前行，咁唔撞車就有鬼咯。有賭場裏面最恐怖嘅唔係你輸錢，係佢俾你贏錢嘅過程。點解？因為當你根據所謂嘅路贏咗幾鋪之後，你嘅大腦會分泌大量嘅多巴胺，你會開始覺得自己係天選之子，覺得自己真係睇穿咗賭場個底。呢種成就感會令你失去理智。當你覺得自己識玩嘅時候，就係你輸大錢嘅開始。我有個朋友，以前係搞金融分析嘅，數學不知幾好。佢第一次去澳門，坐喺百家樂台前睇咗3個鐘，一鋪唔落，一鋪都唔落。佢同我講，呢啲路有規律，我計到佢個演算法，結果佢落場頭半個鐘贏咗50萬。佢更加深信自己套理論，但係人都知地場入面最唔值錢嘅就係贏過下一刻過路單出現咗所謂嘅亂路，佢嘅理論解釋唔到，佢就開始急油，開始加注，想追翻之前嘅邏輯。結果嗰晚佢唔單止輸晒嗰50萬，仲都貼咗200萬。佢臨走嘅時候仲喺度望住塊評話，唔應該咁開㗎。點解會咁開？呢個就係聰明人嘅悲哀。
佢哋太相信邏輯，太相信自己嘅分析力，但係賭博嘅本質係概率，而概率最殘酷嘅地方就係佢可以喺短期內表現得完全唔符合預期。你以為開咗10鋪莊，下一鋪開閒嘅機會大啲，錯，下一鋪開閒嘅機會依然係接近50。你以為條龍咁長唔會短，錯，佢隨時可以短。賭場嗰塊紅藍屏其實係一個心理暗示器，紅色代表莊，藍色代表閒，或者相反，睇場地。呢種強烈嘅色彩對比會不斷刺激你嘅視覺神經，令你產生興奮感，而且有啲場特登將個路單設計到可以追溯返前幾十鋪甚至上百鋪嘅結果，目的就係要你喺嗰堆混亂嘅數據入面腦補出規律。最黏刺嘅係賭場甚至會主動幫你揾路，佢哋會提供路紙、筆，甚至屏上面會顯示預測下一鋪開莊會點，開閒會點。你諗下，如果呢啲路真係有規律，如果呢啲預測真係準，擠場點會咁好心教你贏錢？佢仲唔收埋啲數據？佢之所以大要大，擺喺度，就係因為佢知道你越睇就越會亂，你越分析就越會沉迷。揾規律其實就係一個心理防火機制，人喺面對未知同隨機嘅時候，會感到焦慮同無助。為咗消除呢種焦慮，我哋會強行賦予呢啲隨機事件一啲意義。你見到紅紅藍藍，紅紅藍藍，你會覺得下一鋪一定係紅，因為咁樣好整齊，咁樣符合你內心對秩序嘅追求。但係現實係副牌，唔知咩叫整齊。發牌機亦都唔會理你內心嘅渴望。而且澳門百家樂仲有一樣嘢好攞命，就係集體瘋狂。當一枱人見到一條長龍嘅時候，全枱人都會瘋狂買過一邊。呢種時候，社會壓力會令你放棄自己本嚟就唔多嘅理智。當全枱人都贏緊錢，大聲叫莊莊莊嘅時候，你唔敢唔跟，因為你怕錯，失咗呢班車。呢種跟風嘅心理，亦都係路單陷阱嘅一部分。因為當條龍短嘅時候，有兜場係一網打盡，成枱人嘅籌碼一次過收晒。好多人輸咗錢之後會話：我今日運氣唔好，個路太難，
其實路從來冇好壞之分，所謂嘅好路，只不過係錦橋嗰一段隨機結果，符合咗你嘅想象。所謂嘅爛路，只不過係佢唔符合你嘅想象，但係無論係好定爛，賭場嘅抽水係永遠存在嘅。長期玩落去，無論你點樣睇路，你嘅期望值都係負數。再講賭場嘅環境設計咧，亦都係配合緊呢塊屏，無槍無鐘強光免費嘢飲，呢一切都係要令你進入一種流感狀態 flow state， 令你嘅注意力全部集中喺嗰塊屏同埋啲牌上面，你會忘記時間，忘記金錢嘅真正價值。喺嗰一刻，籌碼只不過係顏色片，路單上面嘅點只不過係符號，你已經唔係喺度同緊概率玩遊戲，你係喺度同緊自己嘅幻覺玩命。聰明人最容易犯嘅另一個錯誤就係過度倚合 overfitting， 佢哋會因為之前幾次成功嘅經驗，總結出一套複雜到連自己都唔係好明嘅系統。佢哋會睇埋隔離台個路係點，會睇埋個荷官手勢係點，甚至會睇埋今日自己嘅星座生肖。佢哋以為自己考慮得越周全，勝算就越高。其實你考慮得越多，你就越容易跌入思維嘅死胡同。喺一個隨機系統入面，多餘嘅變量只會增加你犯錯嘅機會，唔會增加你贏錢嘅機率。澳門賭場最鍾意嗰啲帶住筆記簿、帶住計算機入場嘅客，因為呢啲人通常都好執着，唔輸到乾乾淨淨都唔肯走。佢哋會覺得我計錯咗，下次計返啱就得。而嗰啲所謂嘅賭神好絕，大部分都係賭場搵人寫出嚟嘅古仔，或者只不過係10000個賭徒入面，咁橋友嗰一個喺短期內未輸錢嘅幸運兒。路單陷阱最深嘅地方喺於佢俾你一種主觀能動性嘅錯覺。如果你玩大細或者玩輪盤，你可能覺得純粹係運氣，但係百家樂有咗呢塊屏，你會覺得你可以控制局勢，你可以選擇跟定唔跟，你可以選擇呢一鋪落重啲定我一鋪落輕啲。呢種選擇權其實係最危險嘅，因為咧每一分選擇都係建立喺錯誤嘅認知之上。你試諗下，
如果百家樂冇咗嗰塊拼，只係得個荷官默默咁發牌，你仲會唔會玩得咁起勁？可能你會覺得好悶，因為冇咗嗰種解鎖嘅樂趣。兜場森林此道，佢將博彩變成咗一種智力對抗嘅假象。你以為你係喺度同莊家鬥智，其實你只係喺度同空氣鬥智，而莊家坐喺度收錢。有啲人會話，咁我可以逆向思維㗎嘛？人哋買莊，我買閒；人哋睇好路，我睇爛路。呢種反向操作，其實同正向操作冇任何分別。有本質上都係認為路有意義。如果你認為路係反向嘅規律，你依然係被路牽住走。喺澳門，我見過無數人因為追龍追到跳樓，亦都見過無數人因為齋新一次咧，斬龍斬到傾家巴產。條龍可以連開20鋪，亦都可以開一鋪就短。屏上面嗰啲紅藍點就好似海妖嘅歌聲咁，引誘住水手將隻船撞向礁石。其實要破解路單陷阱，方法只有一個，但係狗嘅人都做唔到。呢個方法唔係去學更高級嘅算牌術，亦都唔係去揾更隱秘嘅規律，而係從心底入面承認你根本冇辦法預測下一鋪。當你承認自己無能為力嘅時候，你先可以從嗰種瘋狂嘅分析入面抽身出嚟。但係人呢係單男嘅，當你行入賭場，見到個路單屏，見到有人贏錢大叫，你內心嗰種贏快錢嘅慾望就會被勾起。你會同自己講，我就試一次，跟一鋪長龍就走。但係贏咗，你想贏更多，輸咗，你想追翻結果，你就會被快屏吸入去，變成數據嘅奴隸。我曾經喺澳門識過一個老底圖，佢玩咗30年，佢同我講咗一句話，我覺得係對路單陷阱最好嘅總結。佢話路係行出嚟嘅，唔係睇出嚟嘅，但係呢條路通常都係通往地獄。佢話佢見過無數所謂嘅高人大師，最後都係擺喺嗰塊紅藍屏下面。點解？因為人始終係人，人會有情緒，會有疲勞，而嗰塊屏嗰套數學系統係永遠唔會攰，唔會有情緒嘅。鬥場入面嘅每一設計，由地梯嘅花紋到空氣中嘅氧氣含量，全部都係經過精密計算嘅心理戰術
有。而路單平就係呢場心理戰嘅核心武器，佢利用你對數字嘅敏感，對規律嘅渴望，對失控嘅恐懼，有將你一步步引向深淵。聰明人之所以容易中招，係因為佢哋太過自負，佢哋唔相信呢個世界上有啲嘢係完全冇道理可講嘅。佢哋覺得只要努力，只要研究，就一定可以揾到漏洞。但係佢哋唔明，刀場本身就係建立喺大數定律呢個鋼鐵一般嘅數學真理上面，你嘅聰明喺海量嘅隨機數據面前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計。你睇下嗰啲喺制場待咗成日嘅路單專家，佢哋通常面色拋黃，雙眼布滿血絲，手入面攞住張皺晒嘅路紙，口入面神神叨叨，佢哋已經失去咗對現實生活嘅感知，佢哋嘅世界只剩低紅同藍。呢種係一種深度嘅心理催眠，係土場最成功嘅收割方式。而且依家嘅電子爐單屏仲進化到有埋大數據分析，佢會顯示近100鋪裝閒比例、對子比例和谷比例。呢啲數據其實係垃圾數據，因為每一鋪牌嘅機率係妥定嘅，但係對的圖嚟講，有呢啲數據就好似救命草，一場技術裝比例低咗，就覺得裝要追翻上嚟啦。見到對子好耐冇開，就覺得下一鋪要買對子。呢啲全部都係賭徒考古 gambler fallacy 嘅典型表現。所以如果你問我點樣先可以喺澳門贏錢，我會話你知，最聰明嘅做法係，當你行過嗰啲百家樂台，連睇都唔好，睇嗰塊紅藍屏一眼，將佢當成係一塊冇意義嘅霓虹燈，將啲百家樂牌當成係一堆冇意義嘅紙片。如果你做唔到呢，點？你最好就係連澳門都唔好去，因為只要你開始揾規律，你就已經輸咗一半。只要你覺得自己睇得通，你就已經跌咗到個大坑。賭場最唔怕聰明人，因為聰明人就會自己呃自己，會幫賭場揾藉口，會喺輸錢嘅時候仲覺得自己策略冇錯，只係運氣衰啲。記住嗰塊紅藍屏唔係為咗幫你贏錢而存在嘅，亦只有係為咗幫賭場度選出嗰啲
自以為聰明嘅斯文。每一點紅，每一點藍，背後都係無數途嘅血汗同眼淚。你想成為規律嘅主人，唔好意思，喺奏場入面，你只會成為概率嘅祭品。呢篇文章寫到呢度，我唔係想教你點樣贏，我係想教你點樣唔好死得咁難睇。澳門嘅燈光好靚，但係燈光下面嘅陰影好深。嗰塊電子屏發出嘅光，其實係一種人火自焚嘅火光。聰明嘅你應該懂得分辨邊啲係真理，邊啲係致命嘅幻覺。唔好再研究乜嘢大眼仔小路啦，有啲嘢係整出嚟俾你睇嘅，係編劇寫好嘅劇本，而你只不過係一個自備乾糧自費入場，最後仲要送埋條命俾導演嘅臨時演員。規律喺絕對嘅隨機面前，規律只不過係人類卑微嘅安慰劑。最後送一句話俾所有執着於路單嘅朋友，租場嘅大門永遠打開，係因為佢知道只要嗰塊紅藍屏仲喺度閃，就永遠會有聰明人前仆後繼咁跳入去呢個大坑。如果你真係聰明，又知道唯一必勝嘅法門就係唔好玩呢場必輸嘅遊戲。你喺顯示屏上面見到嘅唔係未來，而係你內心處嘅貪念。當你學識咗無視嗰塊屏，你先真正擁有咗喺賭場生存嘅智慧。不過可惜喺大多數人到咗輸光嗰一刻，都仲係會望住嗰塊屏，心入面諗緊點解唔係開莊？明明個路係咁走嘅。呢種無聲嘅吶喊，每日都在澳門嘅空氣入面回盪。嗰塊紅藍屏依然閃爛，冷冷咁注視住每一個自以為聰明嘅靈魂，慢慢咁一點點咁將佢哋吞噬。呢個就係澳門賭場最殘酷，亦都係最真實嘅秘密。